乐港街的店面，多数甲信仰有关系。信仰嘛是传统的一部分。传统的技艺因为交工辛苦，有市场压力，往往面临失传的困境。做社的艺师李汉卿先生，因为技艺拢是家族传承，较无这方面的困扰。传统的技艺若是对袂着时代的脚步，会慢慢行入历史。制造社器的鸡丝头仔有偌济，制造的过程都有偌复杂。李汉卿艺师甲伊的两位后生设计打造下用架手的工具，并且伫高品质的前提下，想出一套有效率的生产流程。过来，为着让青年人亲近这项技艺，因伫社区大学开课，去到校园教学生安怎去算写这项会当柔软、会当多变的物件。家传120年的技艺，应该会一步一步继续行落去。鹿港一间做香卖香的老店，为清朝乾隆时期到即阵，香这项人人拢知影的物件，嘛有伊市场的去路。如今的少年头家咧接手的时阵，伊的爸爸甲伊讲，做香这个行业上好的时机已经过去啊。若无做传统好香的决心，甘愿失传，嘛无爱拍歹名声。名声成做少年头家上大的负担。真本真料比起化学品较重本，传统的制程比起投机的手法一定较高工。想起阿爸的交代，重本也好，交工嘛甘愿。守护名声，若是心内的信仰，坚持信仰就是虔诚。虔诚会陪伴少年头家继续这个家族企业，会继续偌久，咱唔知。至少伫少年头家这代，好香会继续流传传统的芳气。